给支高糖了啊！啊，给一支高糖，高糖在那个黑兜里了。抢救低血糖昏迷，迅速补充葡萄糖是决定预后的关键。奶奶，奶奶，他叫什么名字啊？奶奶，哎，伸伸舌头我看看，伸舌头，伸舌头。哎，叫什么名字？你手机响没声。我啊，行，躺下，行躺下。家属啊，一会儿要是醒了，给他做点饭吃。做饭吃，饭都现在都做好了，都是。每天别给他光吃那些高营养的肉呀、蛋呀之类的，给他吃点淀粉之类的东西。你得让他肚子里有糖呀。您打电话那阵是刚不舒服的是吗？突然呢，我在那屋子做卫生擦地，我听到动静有人喊。没摔着吧？没摔着，然后他肯定没有磕的碰的什么的啊，那就行，那就行。这绝对没有。我突然听到说你怎么了？再推一支。然后他就再推一支，我就老太太，你抓着我，你这手抓着我。哎，明白了啊，好的。他要是一会儿完全恢复过来呀，你得给他做点面汤之类的，得让他肚子里有糖。咱这个糖推完之后是在血里，它代谢很快，得让他胃里有食。啊。行啊，面包呀什么的，先别着急啊啊！行了，松手吧，好了，不用抓了啊。我在哪儿？在家，没在医院，还在家。耳背吗？你们是哪儿？我是你儿子。对，我在哪儿呢？在你的卧室里躺着呢。就是你一会儿啊，就是对比一下他跟平时的状态。他那个低血糖推完了啊，行。我怎么了？低血糖了。您刚才低血糖了。您儿子是不是您儿子？他看不见。哦，看不见。啊，我眼睛瞎了。哦，我们过来给您看，刚才不舒服了。哦，我不知道。哦，是低血糖了，不知道。哦，是眼看不见，就是糖尿病起的。就是黄斑病变。我想死。别这么想，奶奶。这多好呀，儿子多好呀！看您不好受，赶紧叫120。心电图倒是看着还可以。担心您呢，别急了，您别急了。啊，谢谢您，没事，谢谢大夫，谢谢。快进去吧，您。